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晡日我来团结两个很多小小真暗些，见太见菩萨，路了腰骨痛，因为自顺道。咱拢读解到吼，小小真暗些，见太见菩萨，路了腰骨痛。因为自顺道，也咩可以弄脱路咧，腰骨痛啊，一只是脱咧脱了，做多只啦哈，做多只，小小真暗些，见太见菩萨，路咧腰骨痛，因为自顺道，也同一种同一种猜一种植物啊，猜一种植物。来看一下答案哦，有看你有上到忙哦，来有团队嘛？来等等，无诶无诶哈，无诶什么该就是稻子啊。我们的稻谷在成熟的时候，小小的稻子啊，小稻子在小小的在秧苗的时候，它是细细尖尖，像针一样，针暗色。长大之后就是会舞动，很大一蒲啊，见菩萨，见太见菩萨啊，老嘞老，或者是老了老了，老的时候啊，腰骨痛都弯弯的，腰骨痛整个都垂下来了，是怎样呢？因为子孙多，因为它上面结了很多稻谷嘛，好，所以这个叫做无诶。